之后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根据消防部门所公布的信息，在这一次的火灾中，死亡还有包括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伤员，大多数都是被烟所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整个火灾的这个表面，我们的墙体已经被完全的烧黑，而且在内部我们目眼所及的地方也是脱点已经发现了，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是非常的着急。而此外呢，我们在现场目前也看到是有台湾消防部门的一些调查人员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火最早开始的房间来进行调查。那在一会儿呢，他们也会随时的来向大家公布一个最新的消息。那现在呢，火源的起火进行紧急的救治。而此外，我们现在在台北医院的现场也看到，目前整个台北医院今天的门诊已经全部的停止了。而此外，在这里大门口也看到一直有工作人员在路批的媒体在这里进行守候，我们也会一直在这里来持续的关注。